下來繼續來看，衛福部推出的青壯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，符合資格的15歲到45歲青壯年，會當申請3屆免費的心理諮詢。心理師甲社會大眾宣導，要注意家己的情緒警訊，嘛說明15到45歲青壯年有3擺健保給付，心理諮詢會當免費。到甲民眾初步判斷家己的身心狀況。剛出社會到可能在工作上已經有一個5到10年的經歷的，那這一段的目前就是比較踴躍來預約。民眾面對心理壓力，枕頭仔時人會無爽快，包括胸坎雜雜、頭殼痛、失眠等等，求助心理諮詢的比例有明顯的變低。身心科的民眾，這是大家比較常聽到的。那還有就是更重要的是一些，比如說腫瘤科的病人啊，一般內外科的病人，那我們就會到病房去關心他。希望透過專業醫療的資源介入，讓大眾曉曉家己心理健康的重要性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